曼聯消息，據統計呢個係美路今個賽季首次喺英超聯賽當中獲得首發機會。此前12次替補登場，呢場比賽美路掂波50次，傳球成功率91%，長傳2次全部成功，射門1次，個人2次成功1次，爭頂3次成功2次，而地面爭搶有9次成功4次，另外仲完成咗3次嘅搶斷，2次嘅解圍。夏蘭特最嚴厲嘅父親一提嘅，當然就係利申道馬天尼斯嚇。嗱，據統計咧，喺面對住利申道馬天尼斯咧，喺7場嘅比賽入邊啦，夏蘭特有6場比賽都未能夠取得入波啊！呢場比賽夏蘭特80分鐘被換低，成場比賽掂波14次啫，丟失球權達到4次，射門只有2次啊！而據統計咧，今個賽季英超曼聯已經16次射門擊中柱啊！呢個係聯賽當中擊中門框次數最多嘅球隊，擊中門柱次數第2多嘅係紐卡素，前21輪有13次中柱，之後就水晶宮有10次。